最近高雄火车头附近是小连续发生2件，唔是排班计程车的司机，咱像是伫咧临时接送区抢人客纠纷。交通局表示讲，这临时接送区大家拢会当使用，针对有计程车私底下违规排班的问题，会个甲警方来研议，被扩大科技执法。大哥，这里可以坐。好，妈。细皮运将载人客来高雄火车头的临时接送区落车，拄好有新的人客要坐，但是所有人出手出来动，双方起冲突，报警处理。警方到场，当人客运将涉嫌强制罪，而且高雄地检署侦办，因为2个司机伫临停区拢离开座轨，一人一张红单。他有没有阻止你接客人这件事情？他把客人拉走，这部分我要直接提告。类似的招客纠纷，顶礼拜嘛现伫车头附近，主要就是因为非排班计程车的合法载客区，甲车头有大约100公尺远。若是有看到人客要坐车驶过去，定定会去互拄啊，经过计程车载走，所以这个运将就家己组一个排班联名调度车辆。交通局表示，停车区临时停当区拢只有限制车长甲停的时间，只要下规定，大家拢会当停。尤其临时接送区毋是排班载客所在，袂使用排班的方式来轮。对此，联名总干事讲，这是为了趁价不得已的做法。因为车辆多，爱对啊慢慢啊排过来，毋是讲载人客来就随载人客处理，安尼对面遐咧排就拢免入来排啊。只要发现讲有人占用或者是讲不要别人载人客，啊，这部分阮会建议讲爱找警察局，伊敢讲用去处理，啊，讲也真正讲袂听，会当用迄个刑法的部分去甲处理安尼。因为临时接送区敢若会当暂停3分钟，附近嘛有科技执法。不过，阮将也是会用头一步的方式闪镜头，也是驶出去洗衣裤啊，才阁回来。交通局强调，为着要阻止这款违规乱象，后续会甲警方研议扩大科技执法的范围。记者郭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